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件，实在是大胆。光头白日伫大街路顶，甲人掠咧走。这件事发生伫苗栗，被掠去的是一个28岁女子，讲可能是双线顶的签到欠30万的缴销，互6个嫌犯驶2台车，甲掠去嘉义县山区的公寮。讲这个行前的细节，被掠走将近29点钟。隔天暗时的8点，伫咧嘉义一间饭店放出来，伊怎叫计程车坐转去苗栗，而且来联络伊的翁婿。员警接到通知，以车追踪，追出着其中一车的嫌犯走起来北部，掠着4个人，另外还有2个人也被掠着。28岁姓林的查某人为对面的街路走过来到伊的修理车边啊。变电箱的后壁，早就被一个穿乌衫查某人，查某人一个walk近，查某人随对起哩。查某人当时我过头看后壁迄台白色的轿车，唰啦个拍开伊修理车的车门，才拄要上车，变电箱后壁穿乌衫查某人随冲出来，白色轿车后座嘛走出一个穿乌衫查某人，2个人做伙将姓林的查某人塞上轿车，车门关了就离开。他车子在前面，我们都是隔壁的店家就对了，客人。他是没讲。姓林的查某人被掠走的所在，伫苗栗市台湾分州公司的边啊。当头白日，阁是日时的大路顶，发生着绑票的事件。警方接到报案，展开调查。姓林的查某人顶个月结婚，翁婿是做装潢的小型包商，2个人无大斗阵。查某人住后头厝，无食头路。早一个下晡2点，被掠去到嘉义山区的公寮。伊翁婿隔顿共早起10点半报案，查某人暗时8点互嫌犯放走，再到嘉义中部交流道附近的饭店。查某人家己叫计程车坐对苗栗。9点40分，伫后人交流道去互员警早来个带对派出所。暗时8点半时，员警以车牌约人，先对查到白色轿车的车主。今日半暝啊12点50分，伫台北的大安区掠到涉案姓郭和姓杨的嫌犯。半暝1点，伫新北市树林掠到姓李的嫌犯。初步调查，被害人因与范闲已有牵赌非法金钱纠纷，将人强行带走后，再往嘉义地区藏匿。见警方陆续拘获范闲后，才将被害人释放。姓林的查某人，敢若是因为双网络线顶的电动欠大概30万块的缴销，所以去互嫌犯掠去公寮，讲行销的细节，了后就互放走。经去调查，涉案的总共有2台车、6个嫌犯，目前已经掠到4个嫌犯，也有2个人咧走路，警方嘛会继续追查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